都被苏打绿打败。我还不计前嫌呢。你知道苏打绿最近出新专辑吗？我还去帮他们呢，配和声啊，然后帮他们拍 MV， 虽然不是很明显呐。要爱你的仇敌。上帝会给你最大的祝福。然后去年发的这张专辑，很感谢很多老师啊、评审喜欢，因为这个母语很久没人出了，现在唱国语都赔钱了，现在歌手啊都要靠表演来赚钱，然后都要靠代言广告、代言活动。专辑已经变成是明信片了，明信片就是寄好玩的，给大家下来听。可是我这张母语专辑虽然听不懂，还是很感谢很多老师，也很感谢很多朋友的支持，这样才在今年得金曲奖了。哇，家里2座了，差金钟奖了。最近还有最近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很特别。然后我家里不是有2座吗？应该也算是我们部落唯一的2座啊，金马跟金曲。然后前天被借走了，因为今天那个记者会，柯德那个你知道有一个新人叫柯震东吗？他不是也有入围金马奖，然后最近不是发专辑吗？我的奖被借他呢。然后他记者会，好奇怪，要爱你的仇敌。但也出了这张专辑就哇，去年发这张专辑就一直出国这样，一直出国。刚好这几年都有机会去日本表演。我想说，我不是只有在写母语歌，其实在读成时期就写过很多中文的作品。然后那时候刚好也去日本冲绳，哇，都很开心啊。就是那边住着一个很特别的人啊，冲绳很像日本的原住民，那边的人有一种气氛，就很爱唱歌，也很开放的，就是在那个岛冲绳岛里面，所以冲绳岛相对日本人来讲，很像日本的原住民一样。然后有一个歌手在那边，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台湾的张惠妹日本的冲绳有一个叫安室奈美惠。那时候我就很不客气啊，反正都已经要到冲绳表演了嘛，我就想说我要写歌给安室奈美惠，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然后直接就请了一个日本作家叫青木由香，然后帮我写歌词，真的是设计好的，因为安室奈美惠她很厉害，她是那种唱跳歌手，你知道吗？就是要唱歌要跳舞的。早期台湾还没有了，我觉得台湾很多唱跳歌手都在学安室奈美惠，我觉得啦，我就特别为他写这样，听听看我的不一样的作品这是一首日文歌，但是我忘记给他取名字了，所以暂时叫这首歌叫安室奈美惠，听一下会不会很悲情，好不好？悲情。现场日本人，塞到场，你还坐在最前面。如果你听不懂，就当做有原住民口音的日文歌啊。
阿里嘎多。